大家好，我是伍思爱，欢迎回到我的 vlog。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去找我的专辑设计师，他们好像就隐藏在这个里面。我们要来围绕一下我们设计师很辛苦。我现在呢就要往这个地方。第一次来的时候啊，我想说这边到底是哪里？有没有看到这个？它其实就在这种特别的老屋里面。以前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告诉我说，你就到一个那个红色的大门，然后红色的大门就会看到他们那个金曲方针设计师就在这个可爱的。好啊，我要来带好吃的东西喽。哥哥，大家好，我来带东西给大家吃。走。那我要跳。不用。好，我来介绍我的这次双生设计的我的设计师，我的这个友群。今天呢，我们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小小的任务，就是除了我们要来聊聊介绍这张专辑怎么会这样子给它设计这么的复杂之外呢，我们还要来一个小小的开箱跟比赛。好啊。比赛就是我们等一下要一起来做看看这一张，我们3个人来比赛。输了。你们要感受到我们是真的是最高设计师。这个很高的几分？19。那就算给我们10公分，他也一好，我必须得说，目前我们有大概5、6个人拿到热腾腾的，大家都会很惊艳。尤其是一刚开始打开的时候，才特别知道我们做了600张吗？还剩900张？先带大家看一下打开的。哇，是不是？小力哥带我们介绍一下这张专辑的设计。我们最初想要用主编的方式来呈现这张专辑，然后我们后来试过之后，那个主编主要是那个竹子的那个形制是它本身的材料跟纸差别很多，所以后来我们就是改用就是别的方式来呈现，就是使用有竹子，然后让它产生有一些变质的感觉。然后像上面这些就是这种剪纸的工艺，就是代表我的一些影响。没错，太大花帽。对了，有拿到专辑的大家就是也可以看一下这些细节，这里就都会有一些编织的设计这样子。然后这里打开之后，这一段反面，真的，对啊，大舅的手握着小孩的手，有一种传承感。对啊，看到所有的故事。我觉得这张专辑很特别，没有当初的讨论的话，其实自己凭空想，应该也很难想不出来的。真的，对，就是我觉得这是做专辑最好的。那个回去发现很多，对啊，对，然后是超级。可以吗？可以吗？我今天可以看着。今天想做整理，没有，刚好要整理工作，然后寄出一堆，寄出来，把自己的一个东西。对啊。天哪，好珍贵哦！好珍贵哦！这个肩膀。从最开始，尝试的雕，编织，这真的是。这个围裙，这是你自己用的？对啊，自己手的，自己。天哪！因为毕竟要试它那个纸的材质，用编织的话，它会不会破掉？各位同胞啊，还不买？这么用如此用，就是做了很多，就是超多版本。这真的是设计哦，这个也是你们原本的打样，这是算蛮后期的打样，然后前期都是从手工，然后到就是印表机车印出来的，印表机印出来的。对啊，这个你们应该是算好的，就是在电脑，然后还有就是键锯什么都先算。其实很多东西好像还蛮快就讨论出来了，对，包括说线上的那个封面，我们也是总共有 A、B、C 选嘛，我们好像也是蛮一致，就是很快就选出来的，真的太棒了。接下来要进入了最艰难的环节，好，你们也是可以慢慢做。你们已经练这么多，已经练这么多。我必须得说，我们是从1张7分钟，然后再到5分钟，再到3分半。那我们素材快。这个是我们的算封底，对不对？对。所以它如果打开来的话，它里面其实内页有个书，所以其实大家看到后面呢，还是可以看到这些图腾。我自己做的第1张，我有在这边有签个名，还
买下格式还是要打开来看一下，告诉我你是不是拿到我的第一张，我绝对会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就是第一张的专辑。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来做这一整个手指头运动起来。准备的道具就是要有竹签，然后竹签要去戳这个洞，戳完了以后，我们还要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工具木棒，然后去把它削平。削平的原因是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进行这个穿穿乐的比赛。3、2、1，开始。真的，我在放音乐。哦，你们都先穿那个哦。先穿啊！你们之前不是先穿吗？我们都是先搓这个。真的。对，搓完了以后，看到我觉得好，现在已经完成了编织花的部分。你还可以展示。不要遮住。没有开玩笑。吓死我了，很紧。而且我其实也蛮希望说，有人是想要买那个，你就是没有穿好。对，有人如果想要买没有穿好的，想要自己体验，做出自己的美感的话，我们非常欢迎。真的啊？我们可以那个折扣10块钱。手工费吗？我们本来当初真的是有在思考说，就是我们做完第一张的时候，我们就有在想说，那还是我们让大家自己做，就比较是那个做一种灯笼的感觉，自己还要这样子再把东西这样推一推，以防万一，加油哦！怎么会邀请？男生是弹别的哦。喂。你还可以边穿边聊天。你不知道阿美族在做工作的时候，我们会有所谓的工作歌啊。平常妈妈们都要做一些手工艺，那他们就会很……我觉得你已经引产了，你可不可以边吟唱？对，你可以边吟唱边走，可以先跳一对对啊。你看最后一根呢，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沿着桌角，真的是有心得的，所以大家拿到的专辑真的是本人自己做，自己的专辑自己做。哎，我做完了，哇，真的很快。我完成了。我做有点久哎。好，来了。最后呢，要将2个嘉先生出去。谢谢大家，已经开卖喽。